开心吗？我是徐薇，开心吗？又要学客家话喽！今天教大家数1到10。第一句话，以 voi 酸1到什么？以就是你 voi 就是会不会，I voi 你 voi 我会你会，酸就是算去算，酸1到10。当然会啊，懂眼 voi， 懂眼就是当然 voi， 懂眼 voi， 唔信就是不相信，唔信不相信的话，我算本你糖，我来算给你听，糖就是听，懂眼 voi， 唔信我算本你糖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有没有跟着念呢？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呦，好棒好棒哦！如果呢有人这样数出来的话，赶快跟他说好棒哦。安 voi 就是好棒好棒哦！来，我们一起示范演出。红哥，唔该算1到10么？多拉菲，爱算本你糖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安 voi， 好棒哦，安 voi。真的吗？你标准太低了。好，现在大家数1到10给徐薇老师听哦，预备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